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，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有15项运动延期到7月办理。也毋过，台南市的选手克服挑战，取得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嘛亲自表扬，予因一个足大的肯定。今年总共获得122面奖牌，去年是101面，所以今年比去年增加了21面。那金牌增加了10面，那银牌增加了6面，然后这个铜牌也增加了5面。所以说，可以说成绩斐然。恢复比赛了后，在游泳赛事当中，台南队创下4项破纪录的成绩，其中3轮国中吴亮云3破大会纪录，长荣中学郭瑞安摕下3块金牌。在软式网球当中，台南队摕下8金5银4铜的佳绩。那这些好的成绩都是长久以来选手、教练跟家长、学校支持的结果。我们也希望说，提供给选手更好的训练、更好的教练、更好的设施、更好的服务，让我们的选手无后顾之忧。对体育选手来讲，爱兼顾学业以及比赛是非常不容易的代志。市长感谢选手为台南市争取荣耀，嘛期待明年会当继续突破自我，再创佳绩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